太鲁阁族的艺术是什么？我的肚子好饿啊，好想吃妈妈做的菜。我得赶快回家吃晚餐才行，不然会被妈妈骂。你回来了。大瓦斯，是我回来了才对。肚子饿了吧？一起来做晚餐吧。不，你知道什么是艺术吗？艺术就是搅拌工具呀，它通常呈现扁平状。我们太鲁阁族烤火时会使用到，可以透过艺术从碗边往内刮食物，而且用餐时老人家要先吃，小朋友最后再吃比较好。原来艺术是这样用的呀！我想起来了，我之前在宝岛上有用陶土做过艺术哦。嘿嘿，我的艺术做得还不错吧？哇，卡瓦斯，你的艺术做得好棒哦！我快高兴死了啊！是谁说的？嘿嘿嘿，你过奖了啦！我要太动了！哇，马鲁比乌干！